Hello，大家好。5月29日，多雲，晴天。今天我哋到咗惠東半海雲山，來做一個地盤膠底，埋來睇。我哋先來睇睇我最優秀設計師，那可是一馬不數，何以數天下？體型自帶富態 buff， 滿設計靈感的儲存庫，指了這裏又指那裏，進了裏面又想看外面，好似未見過大別墅咁。這窗外的風景，你還別說，真 NM 好看。跟住靚仔，我啲再往樓上睇睇。哎呀，嚟個山路18彎，正房啊！等我上天台睇睇他們在做咩嘢。哎呀，一個手揸住把車，一個手插住條腰，仲有一個拿小本本記。你還別說，更上一層樓，風景是不同。嚟，看你們又要做咩大事？手插條腰真係好累，認真對接地盤細節，等業主放心，做好每一個環節。跑得真快啊！又去樓下了，唔好睇設計師大隻，跑起來速度就像被渦輪增壓了，風都追不上他。屁股一扭來到這頭，中間設計師大佬，人送外號靈感製造機，往那兒一站，氣場就像承重牆，超穩。隔離欣姐，紅格仔裙配時尚包，妥創意鑑賞女神，眼光那叫一個獨到。這兩同框，創意火花不得霹靂啪啦炸。這裏怎麼對，那裏怎麼對，量一下那裏都對。我們設計師抬頭一看，愁的又是雙手叉腰，頭望天望。我們要做一個大頂棚，遮水太陽。最緊要係要遮兩部價值連城電單車，不單只要天上睇，仲要看地下再對接，唔俾一絲錯啊！做出嚟效果，收工，終於結束了，好似又唔係結束。設計師多負責任，花園又再一次測量，唔會俾一絲錯誤。拿着測量器量得非常仔細，欣姐拿住小本記咗又記。家人們看大型設計師大佬收工直接開啟暴走模式，這速度妥的陸地小火箭。今次的頂棚花園測量圓滿收官，上車回巢。下期 vlog 繼續帶你們直擊創意前線，記得我哋唔好眨眼。完工後的圖